喺道家嚟講呢，一個真正嘅強者從來都唔會理人哋點樣睇自己嘅。真正恐怖嘅唔係俾千萬個人否定，而係你自己既然同佢哋有一樣嘅諗法。如果所有嘅人都明你嘅話呢，咁你都幾平庸嘅啫。正所謂高處唔勝寒，強者永遠都係孤獨嘅。人哋明唔明白你，讚唔讚賞你，其實都唔緊要嘅。莊子講過，獨往獨來，呢個呢就叫做獨有。獨有嘅人先至係最珍貴嘅。弱者淨係識得揾共鳴，強者淨係關心自己嘅前路。記住啦，得馬戲團入邊嘅獅子先至要等人哋掌聲同埋喝彩嘅。真正嘅叢林之王只在乎自己嘅獵物同埋領地，福身無量。視頻中邀請到許羅葉道長，係江西龍虎山天師一脈65代道長李大明嘅嫡傳弟子，現職無為。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協會2025屆協會成員，浙江省蘭溪市道教宮殿碧雲殿常駐道長，廣東省深圳市寶安區龍王廟常駐道長，亦受邀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慈山寺2025年元旦蓮花燈叩神法會道長代表。許羅葉老師長期致力於傳播道教文化，喺道教法術、奇門遁甲同風水等領域有獨樹一幟嘅技術同技巧。許羅葉道長向港澳台甚至海外人士廣泛招生，如想進一步了解，請聯繫我哋。